来看高雄的连环命案，嫌犯亲像是伫徛街开始杀的查某人哦，也毋过这个姓张的嫌犯佫还未认罪。今仔早起，检警嘛第二届去嫌犯的厝里来勘验，嘛带嫌犯做伙登去厝里，警方嘛各地在镇定和佮高雄的港区敲找遗体，嘛继续来找找证据。昨天是收到有一个左手掌、右脚掌以及2块10乘以10公分的那个人体组织，我们已经送到士兵那边有等待化验。那今天我们的搜索重点还是摆在这个金拱桥下这个丢包这个附近还有这个港区的25、26、27号码头这边的船屋。警方已经获到20多地的组织，经过比对嘛符合2个受害者。今仔早起由检警嘛带嫌犯登去处理，来进行犯罪模拟，嘛按什么污化分子，也是白水讲。伫今仔早起11点，嫌犯登去处理，面对媒体的询问伊是头家家，拢无讲话。